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歡迎嚟到越來越好第3條路線，續陽明胃經。今日我哋從眼下嘅承陰穴出發，經過面部、耳前、頭側部，進入鎖骨上窩部，然後向下經過胸前、腹部，到達下肢外側前緣，最後到達足趾嘅力對穴。續陽明胃經主要用嚟緩解胃腸病、頭面五官病、神志病、皮膚病、熱病以及經脈所經過嘅其他病症。哇！唉，嘿，靚女，見你咁惆悵，係咪有乜心事啊？冇乜嘢嘅，就因為飲咗啲凍嘢，所以腸胃有啲唔舒服啫。我有辦法解決你嘅問題嘅，只要你留個電話 number 俾我。啊？請問你嘅解決方法係咪按摩足三里啊？你點知㗎？所謂肚腹三里流，即係足三里可以緩解胃痛、嘔吐、腹脹、腹痛、腹瀉、便秘、扼液等胃腸病症。同時，足三里係天然嘅保健穴位，可以補中益氣、強身健體。據說經常按壓足三里可以長壽啊！我而家就嚟教大家點樣取穴啦。足三里位於小腿外側骨室，揾到髕骨外下緣凹陷處嘅獨臂穴，其下3寸。脛骨前脊外1橫指就係足三里啦。用拇指指腹點按揉呢個穴位4至5分鐘，以局部有酸脹感為宜。按摩足三里除咗可以緩解病痛，仲可以強身健體，有理冇理都可以撳足三里。我哋繼續前進，下一站係豐隆站。你有冇經常感到喉嚨有痰堵塞？你覺唔覺脷苔好厚而且膩嘅感覺呢？呢個係痰濕體質嘅特點之一，經常刺激豐隆穴位，可以改善呢啲情況。同時，肥胖嘅朋友請注意啦！中醫認為肥人多痰濕，通過按摩豐隆穴位可以去痰化濕，從而有效控制體重。此外，呢個穴位仲可以緩解頭痛、眩暈、癲狂、腹脹、便秘等病症。豐隆穴位於外畫尖同國橫紋嘅中點水平線上，脛骨前脊外2橫指處。按摩嘅時候，先屈膝，用拇指指腹點按揉呢個穴位4至5分鐘，以局部有酸脹感為宜。好啦，今日嘅旅程就到此為止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繼續同我一齊遊覽足太陰脾經，我哋之後
開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口舌生瘡藏心經，肩痧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鎮腳益腎經，失眠暈車禁心巴，神通廣大山椒經，眼蒙口苦找膽經，心情唔靚揾肝經，打通